大家好，我係中意講賽馬嘅 ED。高東尼作為香港賽馬史上其中一位代表人物，喺青年嘅時期已經開始成為香港嘅見習騎師，並且喺騎師生涯曾經奪得過6次嘅冠軍騎師。喺退役咗之後，至今已經取得咗2次嘅冠軍練馬師。由於近日達成咗騎練生涯合計取得2500場頭馬，喺漫長嘅職業生涯裏面有多匹嘅精英賽區代表作，因此我挑選咗5匹嘅代表嚟觀賞翻高東尼至今嘅傳奇生涯。快槍，快樂80，同得快槍，快樂80，同得快槍，同得快樂8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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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同得80快槍。咪到啦，前邊火龍區出咗嚟先啊，中間咧有爆冷啦，大個都蔡明少嚟啊，有加州萬利好勁啊呢幾步，最後100米加州萬利大個都一擁而過，中間有智勇威龍，外邊有爆冷，接近終點，加州萬利贏啊，第2名咧就有啲智勇威龍，第3咧就有火龍區魔法幻影要影相啊。鬥到嚟最後300米，透出係時時精彩，雍容白河追緊佢，後邊仲有朱士華，外邊巴基之星，後邊仲有英雄嗰啲馬，最後200米透出係雍容白河，握住埋邊時時精彩，時時精彩，打內仲有埋邊時時精彩，出邊雍容白河，潘頓贏啊，時時精彩啊そしてさらに外からブリッシュラック、その外はグレイトジャーニー、大外はジョイフルミナーが突っ込んできた、横にどんどん広がって、さあ先頭はブリッシュラックだ、ブリッシュラック先頭2着を追加、内大馬メジャー、外からはジョイフルミナーが追い込んでくる、3番手から2番手、後ろで離れているが、間、浅草電車も2番手争い、ダンスインダ分も突っ込んでくる、先頭はブリッシュラックだ、ゴールイン。第一隻彈出台咧就電光火力突咗圍啊！精英大師就已經同佢鬥緊啦，後面仲有中次你見到萬志旺帶過嚟走上嚟，仲有呢個之後步步勇啊嗰啲馬嚟嘅，前面精英大師就已經擺脫咗電光火力嘅糾纏啦，後面上嚟追佢你見到好望角，後面上嚟仲有步步勇嘅嘛，精英大師就越贏越遠，但係好望角而家上嚟追佢啊，又係香港翻版 Q 啦，精英大師跑第一，好望角跑第2跑。大家認為仲有邊一匹嘅賽區係高東尼嘅代表作呢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撳個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，下次再見。